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陳尚義。咁我係一位註冊社工，亦都係同行鳥創辦人，推廣精神健康。望子成龍就會係一個好多父母嘅願望啦，無論係成為醫生啊、律師等等。咁其實子女都會有唔同嘅目標、夢想，例如係做音樂家啊、去跳舞啊等等。咁子女都要令到父母有個安心，就係究竟你有呢個夢想係咪一時三分鐘熱度啊？會唔會有實質嘅 planning 去做咧？咁其實子女有呢個目標都會可以有個 planning 去話俾父母聽，究竟你朝住呢個目標會有啲咩行動咧？例如作為音樂家，你會學啲咩音樂咧？一個禮拜、一個月，你會上幾多個堂啊？考啲咩嘅證書去達成呢個目標，令到你將來可以用呢個謀生。當然，其實唔係每個夢想都係用嚟謀生嘅，咁可能係一個興趣啊咁樣去做啦。咁會唔會係醫生同埋音樂之間咧可以取一個平衡咧？又或者唔係醫生，可能係其他職業，咁會唔會兩者又可以兼容並包咧？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同父母去傾自己嘅夢想係點樣，同埋點樣實踐，令到父母知道原來個仔女已經有一個既定嘅目標同埋 planning 去達成㗎咯喎，咁都會令到佢有個安心去俾仔女去達成呢個目標咯。如果你有情緒困擾，甚至乎打算有自殺嘅行動嘅話，咁我會建議你去打防止自殺熱線23820000。